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国会频道开设着NLINE的官方的账号，只要加入着好友，就会当随时来掌握着立法院上新的动态。3、2、1。荧幕试落去，国会频道即马伫咧通讯软体 LINE 万当快叫。台湾国会频道正式迈入2.0的新里程碑。2017年2月，国会频道正式开播，透过网站、有线电视、无线数位电视、中华电信 MOD 专程转播立法院国会机。即马阁成立 LINE 官方号码，若是扫描 QR code 加入。手机会当随看到立法院的动态，希望愈侪人来注意国会议事。国会频道的这个变成了关心国家大及公共议题的第一个选择。若高科技嘛，互立委有淡薄仔困扰。拜托以后这些直播技术不要再进步了，都不太健康，皮肤状况都不好，这个经不起，再靠近一点。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稍微美肌一下？透过 LINE 官方号码，互所有关心国会议事的民众嘛做伙来参与，互政策制定更加公开透明。